除了按用人嘅写图题之外，李老师笔下非常多有关人嘅心理，他去谈人生命的主体性，每一个独立的生命都有它个别的价值。非常有名嘅一部短篇小说叫做《太太的儿子》，用版语是太太的儿子，不是两夫妻的儿子。主要在意味讲，要知道都不用你给你，他是在送货的时候被强暴生下了这个小孩。这个小孩在一个总头，老两个小说底都的主角，两个都欣赏的这个丈夫，他们会相遇。两个都欣赏的从头看到这个太太因为羞辱而被生下的儿子，也就有两个怨恨，主要对两个后生人，对这个太太的儿子有一种恨意。不过呢，在两个小说底外，李老师其实写讲，你哪个什么样不应该是个限制的。不过一旦到两个世界上有了我独立的生命，我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人。所以用把以及老两种不被选择的方式来到人间的生命，用把活出自己的样子。那个太太的儿子是一篇非常值得人来思考的短篇的小说。地球实验作为一个男性的作家，不过呢，在他的作品里边有非常多是对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有所反响。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做《恐男症》，恐怕男性按用是叫做偏。用版里边有那个恐男症的，其实在写中年台湾的那个工作场合里边，还有那种就讲无上文的规定，有非常多的行业。现在的老师们的工作，同样的工作，不过报酬无相同，同工不同酬。甚至讲有的行业要规定讲，让女性呢，假使还有偏执怀孕的时候，就要离开那个工作，等于就是要离开职场。那个恐男症那篇小说，就会立刻对女性在工作当中那种不公平的对待，有一种观察之后，写出来的短篇小说。小说里头的那个女主角，伊那个就讲必须要本人被离开职场之后，伊开始对男性就产生了没有一种的恐惧。伊看到非常多演的圆柱状的东西，如果老给想做黑谁来的生殖器，想象成男根，所以他看到卷起来的纸卷也会害怕，看到任何圆柱形的东西，就会想到讲，自家本来在工作当中表现并无输你。不过是因为自家是神灵女性的身份，必须要来本人被离开了自家的工作不但只是赚钱的一种属于的来源，事实上也是老人的尊严有关系的。那个女性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自家女性的身份，因为生理的因素而来离开职场，可是事实上是她的尊严受到了打击。故说在那个精神层面当中，也就产生了那种恐惧男性还有的一种病症。像恐男症在按照的年代，立刻注意到那种女性在职场上的这种不公平，然后给发作小说，在所有的台湾的作家底外，是一个非常前进，就开始对性别的平等有所思考的一个作家。